好，在第二篇来看平肩伏羲啊。平肩伏羲其实就是讲一个总理府，伊是以前一个嵩山六演演3年哦。3年过后呢，伊退演回来，因为伊通个太舒适了。开始来讲，伊写信呢，本平妹讲，伊那叫筹码嘅茶位会归来。希望伊去接伊哦，结果呢，伊下火车嘅时间，东看右看，平妹呢，平妹去哪哟？难道伊无讲无接到信的吗？伊就去甲行到那个半路的时间，就看到平妹去嘅。平妹带一个生日呢，就是伊嘅还有日宴的时间，嘅生日天意嘅来嘅哦，天意来嘅安排嘅哦。伊就问平妹讲，平妹你有无来哦？平妹讲，查账按多年，以为叫我将本人看到伊叫哦。总理府连2个人过去过后呢，发现伊个片同有卡嘅财产全部卖抢，有卡卖嘅就冇诶。伊个婚人家要带2个人生发，2个生人的生发咯。所以也个时间，我想到原来的生活很辛苦。故呢，平妹其实伊讲唔怕嘅，只要唔好，我就唔怕嘅。所以佢下邊愛舒適的時間呢，總理府有寫信呢同平妹講伊要舒適。伊希望愛有錢，因為佢下邊冇健保，冇幾多錢，幾貴哦。過當然聽平妹講冇買係也掉財產，因為伊個婦人家我有冇個生活，唔買係就不總理府去看舒適冇一天會好呢。冇好嘅時間，能也個媽媽同帶女2個生日嘅時候，好嘛嘅來生活。平妹講唔怕嘅，雖然伊唔會好，至少愛做到嘅，愛做過，愛努力過，唔會好也係命哦。所以講人家講伊唔會好，聽伊唔會賣體哦，留下來好好過日嘅。伊上愛唔相信伊會是，伊可以留下來哦。自己歸來過後呢，是公婆自己講法喎，講說平妹就講，我相信唔會好，伊希望係有福之人付錢時啊，伊冇愛以前死哦，伊希望伊係慢死，愛佛歸叫我冇總得按家死哦，所以伊前年買係體內來推治療哦。我買係過後呢，人的生活真是就幾辛苦嘅哦。人講平肩伏羲，百事哀哦，冇幾多嘅錢。所以總理府伊講伊回去嘅時間，不想想講哇，人按窮按冇錢，係咪有卡位亂七八糟，死人的惡做做？唔係哦，伊講伊開門，你去嘅時間發現哇，有卡槍利，鬼槍利，有那個做雞啊樹啊槍，碗筷洗啊槍，唔會惡做做。有一種細妹嘅溫暖嘅感情哦，一個係以歸咎是浪費歸咎過來嘅，我本人講會舒爽嘅一種感覺哦。看到平妹嘅工作幾辛苦哦，早晨就會去做工，當主趕歸來煮當煮飯，本顏色是飽嘅需求嘅，又下晝就再去做工，臨暗暝夾個走歸來去做飯。總理府就講很辛苦，乾脆俺能調分過來哦。伊老闆做事，有卡愛來數講，伊講搶存到洗衫褲，伊唔可以愛其他嘅伊就會掃地內啊、帶生意呢啊、煮飯啊，伊就唔會洗衫褲。2個人嘅工作就調分嘅哦。冇幾多錢啊，開門。他講你覺到幾簡單的事情，對也對冇錢的人窮人來講，也係一種負擔。乜嘅柴米油鹽從不會錢，但企業時的話就係講平妹用嘅存錢，以做後盾來同伊聽書哦，唔係本平妹按你走嚟2片走，按你幾辛苦哦。